好，我们也谢谢这两位主持人哦。好，其实这个游戏呢，刚才在第3题的时候，好，佩奇在哪里呢？他们2个人就解出来了。好，只有2张牌就解出来了。好，然后呢，到了第4题的时候呢，有一个人就解出来了。好，这个，对啊，你们想到谁？好，方块9，你拿到方块9的请举手。方块9。好，拿到你的扑克牌是方块9的人，好，他就是代表是任意数哦。好，所以呢，其实呢，跟你旁边说，你算得太辛苦了，你只要找到方块9就赢了。好，我们给这些辛苦的弟兄姐妹大家拍手一下。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像刚才这个情形一样，要非常的努力去完成一些人生的事情。好，那你可能要很认真，花很多的时间，要跟很多的人去沟通协调。但是呢，成为一个基督徒有一个很受祝福的一件事情，你可以先做什么？先跟耶稣祷告。好，跟你旁边说，跟耶稣祷告。有时候我们想要准备考试，好，有时候我们想要准备工作，我们希望有更好的健康，好，希望有更美好的将来。哇，你可能会想了很多，哇，长篇大串。但是呢，很多时候你可能会把，好像刚才在游戏当中，哇，你用尽各种的方法、各种的智慧，好，甚至把这个微积分差点都要搬出来。但是呢，你却忘记了，在这个人生当中，已经上帝为我们预留了，好，就是你只要找出方块9，好，找出耶稣，你任何的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。好，跟你旁边再说，你找到耶稣，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。找耶稣，所有的问题可以迎刃而解。好，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在接下来短短的时间当中呢，好，没有要讲到，好，但是我要让大家来读一段经文，马太福音13章1到9节。好，同一天，耶稣离开了家，到湖边去。他坐下，一大群人集合到他跟前来，所以他上了一条船，坐下。群众傍着水边站着，他就用比喻向他们讲解许多事情。耶稣说：“有一个撒种的出去做什么？”好，请你帮我念。他撒的时候，有些种子落在路旁，鸟儿飞来吃；有些落在浅土的实地上。因为土壤不深，很快就长苗，但太阳一出来，幼苗给晒焦了，因为根不够深，就枯干了。好，有2种情况，第一种是落在哪里？路旁，结果呢被谁吃掉？第2种落在哪里？浅土的实地上，后来怎么了？太阳给它晒枯掉，为什么？因为它的根不深。好，来。第3种呢是落在荆棘中，荆棘长起来就怎样把幼苗挤住了。第4种呢落在哪里？好的土壤，结果呢我们从后面继续念，长大结实，收成有100倍的，有60倍的，也有30倍的。于是耶稣说：“有耳朵的都听吧。”当你人生能够找到那个好的土，耶稣就像是我们人生当中那个好的土。你把种子撒在耶稣，把希望交给耶稣，你就能够结出果实，有30倍，有60倍，甚至还有100倍。但是如果你希望用你的方法去撒种，可能不小心掉在路旁，掉在荆棘，掉在石头上，但是呢，最后都没有达到你的预期。所以耶稣在最后只说一句话：有耳朵的都怎样？听吧。好，所以跟你旁边说，你有耳朵，你要听耶稣的话。耶稣希望我们能够找他，能够以他为主，当我们生命的主。耶稣他一再一再的告诉我们，好，所以当我们生命有了耶稣，就有了盼望，就有了希望。所以你可能会一直忙着、急着要去解决很多的问题，处理很多的事情。但是耶稣说，有耳朵的弟兄姐妹们，听吧。好，只要来找耶稣，你人生的任何的问题，好，因为他后面主持人后面还有好几题，好，时间的关系没有继续再出下去。但是呢，这些问题在你人生当中会不断的出现，不断出现。你只要找到耶稣，再大再难的问题，好，耶稣都能够迎刃而解。所以我们来看，我们的心就像是一棵树。跟你另外一个弟兄姐妹说，你的心好像一棵树。
我们的心是一棵树，你通常看到树会看到树的什么？看到它的叶子，好，看到它的树冠，好，看到它的树枝，看到它的树干，好，看到树上的果实。但是呢，通常你最不容易看到是树的什么地方？树根。好，这张图呢，好，就把树根也一起画出来。你最不容易看到是树根。通常我们看到一个人，好，看到你，看到我，看到每个人，你说看到是他的上面长出来叶子，但是你看不到是他在里面的心。刚才黄旭华牧师讲到灵魂体。我们看得到身体，可是不见得看得到他的魂，更看不到他的灵。但是呢，这个树根就像是魂一样，就像是我们里面的包住那个心一样，是我们的生命。所以怎么样？这些如果下面的根有扎根，上面的树就长得好；可是下面的根好，如果长得不好，上面的树就长得丑丑的、扁扁的、好干干的。所以呢，在我们的今天给大家这张周报里面，好有几个问题让大家写。所以呢，现在接下来是大家的时间啦。好，写下一件你小时候印象深刻的事情。好，小时候呢，就是你的记忆能及的，在你自己个人的树根当中，好，你的潜藏树根当中，有没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事情？好，先不用写，你先看我的示范。好，那这个事情呢，不是你的爸爸妈妈告诉你啊，你小时候掉到游泳池里面，好，后来人家帮你救起来，可是你完全没有印象。你要你自己记忆当中找得到的事情哦，你的经验，好，你的记忆。然后呢，好，完成下面6个题目。第一个，你几岁的时候？好，比如说事情呢发生在我大约，好，先不用写，跟你旁边说，先不用写，先看讲解。好，这个事情呢，好，大概发生在我5岁的时候。我现在是讲我，好，5岁，好，所以5岁大概就在幼稚园的时候，发生什么事情呢？哇，有一次呢，有几个大人到家里面来，好，看到我跟我的弟弟在画画，然后呢，他就画，就出了一个题目要我们画消防车，我们就很认真的画。结果画完之后呢，这几个人，好，就有人说，哇，弟弟画的比较好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弟弟画的消防车很长，轮子很多，哇，就夸奖。可是呢，我说消防车哪有那么多轮子呢？好，就这样，事情就发生了。第三。那时候发生的时候，你的感觉跟情绪如何？你的 emotion 是什么？我觉得呢，在那时候，哇，觉得很生气。消防车就消防车，怎么可能有那么多的轮子呢？但是我又觉得，好，在我的记忆当中，我觉得很难过。好，因为呢，我明明很认真画，好，但是呢，我的弟弟，好，他没有按照正常的画了一个不正常的消防车。可是呢，音乐帮我放一下，好，因为呢。我没有画的比较好，所以这件事情呢，好就引起我的情感。第4，你那时候的想法是什么呢？下一页。那时候呢，我的想法是为什么？好，大家说弟弟画得好，我却没有像弟弟画得那么好，所以呢，开始有个想法，觉得自己不如弟弟好，哇，就开始有个想法产生冒出来。第5。你那时候做了什么去回应呢？好，你的行为。那时候呢，我就很大声的说：“消防车没有那么多轮子。”然后呢，我就哭了。好，就哭了。好，那时候我5岁，哭了之后呢，我就跑掉了。好，就跑掉了。后面的事情就没有太大的印象。但是呢，最后这件事情对你产生什么影响呢？什么冲击？这个事情呢，好，就让我开始回想啊，渐渐对自己没有自信。觉得弟弟好，他样样都比我好，而这种羞耻感呢，就开始在我的里面挥之不去。好，我要你像我这样子，好真实的写下。我讲的以上是真实的，跟你旁边说，刚刚牧师讲的都是真实的。好，我也希望你现在呢，好，我们大概能够用几分钟的时间，开始写你个人的经验，你的心术。你心里面的那个树，好，树根把它找出来，写下一件你小时候印象深刻的事情。这件事情不是别人跟你讲，不是你听来的，而是你的记忆当中印象的事情。想到之后呢，就开始写，好，大概是在你几岁的时候，好，然后把事件、把你的情感、好，把你当时的认知，还有你所做的行为。和这件事情的冲击，好，把它写下来。
不用跟别人讨论，好，因为这是你的经验，啊，这是你的记忆。不用为别人写，好，为你自己写。如果你需要笔的，好，可以举个手，好，或是你没有拿到这张纸的，好，你没有纸是不是？有没有笔？有没有人没有纸的，或是没有笔？你可以举个手，好，然后请招待协助一下。我们今天有发给大家一本这个亚洲青年志，好，你可以拿来做垫板，好，垫在下面写。我看已经有的人很聪明，好，但是主要不是做垫板，好。一件事情，好，一件事情，你可以用这样的方法回去继续去回想，好，更多的事情。但是今天只需要你现在写一件事情，好，就你能够记的经验、印象好深刻的事情，在2分钟。如果你没有写的人呢，好，也请你在心里面好好想一想，啊，在你的印象当中，啊，你想到了什么事情？你想到了什么事情？好，跟你旁边弟兄姐妹说，你做得很棒。现在呢，我们一个长桌子，一条长椅子啊，这样子分成2组，好，所以可能就3个人一组，或是4个人一组，好，你们就很快的简短，以你们的声量是你们这个3个人、4个人听得到的音量就可以，好，然后来分享一下，好，你刚才写了，等一下要听我讲。写了什么东西，然后那个人讲完之后呢，另外2个人好就为他祷告。好，如果不会祷告，就请一个会祷告的好来带祷告这样子。好，然后给大家有5分钟的时间。好，3个、4个或4个，好，很快的跟旁边的人分享。好，分享完之后马上为他祷告。好，然后在分享的时候注意3件事情。好，来跟我说，第一件事情，不打断。当人家在分享的时候，你不要打断他在讲的话，你不要插嘴，好，不打断。第二件事情，不批评。当他在分享的时候，好，你不要给他批评，不要告诉他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错的。好，第3件事情，不分析。好，你不要分析他为什么这样子，不需要，都不需要，就让他讲完。讲完之后呢，好，就开始为他祷告。第一件事情什么？
不打断。第二件事情，第三件，好，现在开始5分钟的时间，赶快哦，每个人都可以赶快跟你旁边的三个分享。好，对，好，你可以用看的，也可以用讲的。天父上帝，我们谢谢你带领每位弟兄姐妹在这边的分享。主啊，你的爱、你的灵激励了我们，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能够有机会再一次有更新复原的力量。主啊，你说若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成为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要变成新的。主啊，求你带领我们回复到过去的记忆，修补在过去错误的情感、错误的认知。主啊，若是不合心意的，主啊，若是来自仇敌他所撒的稗子，主啊，求圣灵将这些稗子除去。主啊，将这些错误的价值观、错误的信念从我们里面当中来除去。主啊，让我们能够真正得到自由，得到释放。祷告奉主耶稣的名。阿们。跟你旁边说，你分享得很棒。好，我要请一位弟兄来分享。好，来，我们给他掌声拍手一下。好，那他分享的时候呢，好，不打断，不批评，不分析。好，好。感谢牧师，也感谢上帝，今天有这个机会。其实。今天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 moment， 很特别的一个时刻。刚在牧师说要来回想一个过往的记忆的时候，就我不知不觉可能就被在这里的气氛让我带进去，我仿佛进入了时光隧道，记忆带领我回到一个灰色的时空，在我幼稚园的时候，那时候我家境应该算有点贫困吧。那时候我们住在小巷子里面，我是跟爷爷奶奶住。那我想到的那个画面是。就是我看着我的父亲，就是准备要离开我这样。那个故事是，因为我还没满1岁的时候，妈妈就已经不在我身边了。所以小时候，在我爸爸那时候可能又年轻，那时候喜欢赌博，那时候可能也都没有照顾到我，但是我就只记得爸爸，我不知道妈妈是谁。所以爸爸是在我那时候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依靠。我记得那一天是一个晚上，一个灰暗的晚上。那时候，我只记得有一台黑色的轿车，然后外面有人在争吵。后来爸爸好像受伤了，那我印象中应该是讨债的来追债吧。那我记得那时候我也忘记他跟我说了什么。我印象中有听到大人中在谈话说我要走了，可能要出去个半年1年。我爸以前本身就是在跑船的，就我已经本来就很少看到他了。那一次的道别，那一次我不知道为什么回到那时候的那样的时空，我只记得我就看着这棵树，看着这棵树，然后我想到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学会把我的痛苦埋在一个很深的地方。那时候我爸他怕舍不得，他看也没有看一眼，他就一直往汽车的方向走。我看着他，我说：“爸，你要去哪里？”他不理我。我再大叫一次：“你要去哪里？”他还是不理我。在最后一次，我说：“你要去哪里？”后来我追着车跑，我记得我应该一直嘶吼，我说：“你不要走，你不要走。”当我起床的时候，应该是昏倒了。这是我一个在那时候的回忆，那时候的一个印象。那这个痛苦的记忆，其实在小时候
其实很多啦，太多了。只是刚好想到那一个画面，带我进入到那时候的一个心情，其实蛮不想回去的，但是还好，一直有上帝在我的身边，带我经历了很多事情。现在这个只是那时候的一个心情，现在的痛苦已经不在我的心中了啦。其实早就已经散去了，已经让上帝医治了好几次了。感谢牧师，谢谢大家。他分享的很棒，好，就是把你真实的经验分享出来。我相信我们今天很多人，好，你都有你的记忆当中，神要医治你，神要扶贫你好的地方，好不好？这是我们从座位上每个人都站起来，他们把我们的眼睛闭上。如果在刚刚分享的经验当中、记忆当中，是让你觉得很痛苦的，让你觉得很羞愧的，或是让你觉得对你来说这是一个压力的，我希望你来向耶稣做个祷告。你不需要再去找其他的扑克牌，你不需要再去找其他的方法，你只要找到那一个王牌，找到方块9，就是耶稣，他今天要进入你家，要住在你心里。耶稣今天要医治在我们当中不同的人、不同的生命、不同的阶段。耶稣说：“快下来，今天我要住在你家。”你可以长得是一棵更茂盛的树，你的生命可以更加的丰盛，你的人生不需要继续带着这样子的痛再往前。今天耶稣他要来医治你，抚平你的伤口，抚平你的伤口。好不好？我们每个人将我们的眼睛闭起来，将我们的眼睛闭起来。你觉得在你的生命当中，你需要耶稣来特别医治你，修补你的记忆。这样子的人，我要邀请你举起你的手来。我们每个人将我们的眼睛都闭起来，你不需要看别人，你需要让耶稣来医治你，你需要让耶稣改变你的过去，改变你的曾经，改变在你生命当中的伤痛。这样子的人，我要邀请你将你的手举起来，让耶稣看见你的手，让耶稣看见你的心，让耶稣看见你的心。好，请放下，请放下。我相信耶稣看见，耶稣看见。如果你刚刚没有举手的，不要害怕，你不要在意别人的眼光，你只要在意耶稣的眼光。耶稣他也是用这样子的眼光看着你。耶稣说，他连你的头发都数算过，你的过去、你的曾经、你的羞愧、你的伤痛，主耶稣他都看见，他都知道。单单相信他，那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是有福的。用你的信心来接受耶稣对你的爱，对你的拥抱。刚刚举手的弟兄姐妹，我要请你这样跟我一句一句来祷告。亲爱的耶稣，亲爱的耶稣，我要打开我的心，我要打开我的心，邀请你进入我的生命，邀请你进入我的生命，回到我的过去，回到我的过去。我要将我心中那仇恨的种子，我要将我心中那仇恨的种子
弃绝赶出去。弃绝赶出去。我要将我心中那错误的种子，我要将我心中那错误的种子弃绝赶出去。弃绝赶出去。我要将我心里面错误的价值观，我要将我生命中的错误的价值观，那受伤害的情绪，那受伤害的情绪，那被错误对待的过去，那被错误对待的过去，从我的里面完全的赶出去。从我里面完全的赶出去。我要邀请耶稣住进我心，我要邀请耶稣住进我心，与我同行，与我同行，在我的过去，在我的过去，在我的现在，在我的现在，在我的将来，在我的将来。我需要耶稣在我的里面，我需要耶稣在我的里面。求你完全来医治我，求你完全来医治我，完全的触摸我，完全的触摸我，让我在今天就能够得自由，让我今天就能够得自由，在现在就要得释放，在现在就要得释放。求主耶稣的宝血洗净我，求主耶稣的宝血洗净我，不容许这些错误的罪在我的身上，不容许错误的罪在身上。让我能够像是一颗种子落在好土里，让我像是一颗种子落在好土里，要长出30倍的果子，长出30倍的果子， 60倍的果子，60倍的果子，100倍的果子，100倍的果子，让我的生命更加丰盛，让我的生命更加丰盛，能够荣耀耶稣的名，能够荣耀耶稣的名。谢谢爱我的主，谢谢爱我的主。祷告，祷告，祈求，祈求，奉靠耶